哈利路亞，大家平安。嗱，我講一個真理，講問隆重兄弟姊妹聽，在羅馬書1:5咁樣講到，透過基督隆重上帝嘅好嘅事，降下本隆重人類，期間跌落罪惡嘅人唔認歸得，但係上帝派嘅僕人降下本隆重人類世間嘅啲，嗱，是多麼解？要傳出上帝安排嘅事，本隆重人何得對於每一人順服上帝嘅人，嗱，一個消息，好嘅消息，好嘅福音傳出本隆重人聽，嗱，係咪人要順服，要相信嘅話，一天得到上帝降下隆重好嘅、隆重強嘅福氣，佢降下本切家，嗱，這樣人自家有謙卑嘅心，打開自家嘅心，打開自家嘅腦。打開自家嘅耳孔嚟接一個恩典，因為到自家唔應該接嘅，透過基督上帝降下自家，為了咩呢？為了自家的上帝安好。然後呢個羅馬書1:6咁樣講到，隆重兄弟姊妹加入以下聽呢個福音嘅，聽呢個禱嘅，都係上帝安置你。隆重兄弟姊妹要聽呢個禱嘅，上帝耶穌基督。大切家變成上帝嘅兒子，親強嘅信徒，嗱，隆重上帝好嘅恩典，叫個平安，從天父嘅來嘅，在基督裏面降下本隆重人愛相信佢嘅，到上帝嘅平安，叫個恩典，叫個憐憫，降下本自家嚟講，世間你喺度。熱天時間得到嘅最好嘅福氣，你心中你得到嘅平安，得到嘅健康，得到嘅照顧，因為到時間唔應該得嘅，透過耶穌基督上帝降下本切家，因為耶穌基督死了在十字架，你係佢切咗出去為了切家要得一個天父最好嘅福氣，最好嘅事降下本切家，打開心相信佢，信任耶穌基督，時間得到嘅最好嘅恩典，上帝。祝福大家，阿門。